你有冇發現，每次刷 FB、IG， 明明只想睇5分鐘，結果一抬頭已經過咗2個鐘？2026年3月，Meta 因令青少年成癮被判賠償3.7億美元，但對投資者嚟講，呢個係危定機。Meta 2025年淨利潤超過600億美元，呢幾億賠償對佢哋嚟講只係碎銀。點解仲係咁賺錢？因為 Meta 投入過千億發展 AI， 令廣告精準度同壟斷地位無人能破。佢哋手頭上有800億美金現金，足以應付任何官司同埋繼續回購股份。Meta 已經轉型為 AI 巨頭，賺錢能力依然全美最強。短期震盪往往係好嘅部署機會。你覺得呢單官司點影響 Meta？留言話我知。鍾意財經分析記得 subscribe。下次見。